你係唔係一直想鍛鍊身體，但係遲遲都冇實行？你係唔係好想參加公益活動，但係唔知去邊度報名？唔好再為自己因為拖延而虛度咗嘅光陰而後悔啦！用健康嘅身體同輕鬆嘅心情迎接春天嘅來臨啦！改變自己嘅生活態度，揾到內心嘅方向，同時為社區建設貢獻一份力量。跟所有想做公益活動嘅年青人一齊參加我哋嘅龍善行活動啦！邊個話微小嘅力量唔可以震動整個世界？人人都能做公益，人人都有一分力。加入我哋，度過充實美好回憶嘅一天。為華人服務社、Harcourt Public School、新州心臟基金會同埋特殊兒童服務中心籌款，就喺10月11日上午9點45分，地址係肯斯區第6街44至48號。詳情請參閱龍善行2015宣傳手冊。